第一时间文献也是一个战场，对平面的报纸杂志到电视媒体，甚至室内媒体用路也到，如看得到候选人的广告文献，大家的诉求也各有无共样，当然都是爱向选民的注意，同自家的选情加分。国民党同民进党在现在电视广告上，请了一般民众来讲。也候选人为一号，也算呈现台湾东洋文化。亲民党则打出宋楚瑜也个省长牌，希望用感性诉求来感通选民。Hello， 我是雷尼斯，我是台湾人，我是客家人的新旧呢。据我了解啦，温良恭俭让当中他也有所坚持，也有人讲安心，非常硬气。其实，马总统有这个个性的。将来抗议先生彭建清、客家新旧吕尼斯，国民党县长用第三个人的角度来表现总统候选人马英九保存客家语言文化的成果。本县的创意还空颠倒，用候选人走起，用客家美食做主题，做成太富翁游戏。本来买屋买地的游戏，则变做七八含小人类查了到客家美食。国民众一方面认识客家美食，和游戏地度表演的客家经济，没达到宣传的目的。我们在一些文宣上面的作为，就是希望能够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大家借由这次的选举，能够更了解总统在3年半来他对客家的族群的重视。因为我们希望说，在重视客家族群这个议题上，不要只是在这个选举的时候才被拿出来被审视或是被放大。我们很多的客家的老人家，他们毫不在意我的客家话讲的结结巴巴，他们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拉着我的手，告诉我说一定要努力，因为我们客家女儿要出头天了。大区客家妹做总统口号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庆阳，唔但将用人生 NG 片名天奖，写到对地下亲情不满的候选人支持，被他们用路红编广告，写到喊卡到选民的注意。各行业头重苗栗的猥琐的客中，用足件蓝色的衫，用发布来装饰的形象，同客家乡亲来减起力。韩国大区发展客中经济浪漫台山县口号。所以我们也非常感同身受客家庄在这些年这个经济景气的影响之下，那虽然客家的客家乡亲都非常的这个吃苦耐劳也非常的这个勤奋节俭但总之如果没有好的政府的政策帮他们做行销搭配的话，这些好的东西是很难卖到外面去。国民党、民进党忙着互斗，看不到中低收入者的痛苦。民众係些事情，就應該係政府係睇事情。比較起來，今年開始親民黨慶獎，投廣告嘅宣傳量只少過2.2檔。但係透過總統候選人宋楚瑜嘅概念形象，用送禮幸福車票，強調充實民眾嘅福利。作為王八省中人女對客莊嘅建設，還有直接行基層同居民來減起力，用解決問題嘅方式來爭取海卡到民眾認同。你正確的去了解他們的問題，其實就是最好的文宣。好，比如說單身的也好，無薪假也好，這些人你去跟我講我們都做得很好就是不好那中小企業我就是過得很苦我就是一斤一兩的在算，我的錢現在賺的錢就是在周轉唔過係針對第200大票人，就係客家族群嘅文獻，佢全部好只開起來2.2檔，同電視廣告嘅感性來做訴求，就加高了政見宣傳。報紙嘅平面廣告則加入攻擊對手嘅情形。國民黨對撤回民用機免收列到新興媒體嘅運用，只係主要針對後生族群。雖然個表現嘅手法是咁突然，不過三毛加入按道嘅政見內容，同各族群之間嘅連結則較弱。如果你進一步去問說，那為什麼不管是民進黨蔡英文，或者是國民黨馬英九，為什麼年輕人會跟你是一起的？你除了說你的 CF 找了很多年輕人拍了一些愛情故事，除了這個之外，有沒有更實質的內容？國民黨就近3年來經濟做基礎，民進黨只用改變的海情形做出發點。
新民党查埔民众非常松散奖，强调同民众提倡下，对平民经济来做系三个庆奖的先进主题。国民党今年的政策则显明对广告量力度实在看得出来，但是下面对文献内容是接受得到，将系让先进的关键。下新闻是聚会番茄上对文会特别报道。